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古坑乡公所办理着芭乐天然灾害的救助，这个是依照着中央的法令。 倒圃甲落果超过2成才有补助，结果受理的47件只有6件来通过，农民真气愤，讲这个补助的条件太过严格了。今仔日大家招招来到公所抗议。 古坑乡的农民因为今年8月份直落大雨，各种水果的损失真惨。农民唯一的当外扣的补助，佮因为今年的标准和农民的认知差真济，引起不满。农民就决定今仔日来古坑乡公所头前抗议。连续大雨，那个凤梨的根系会受损，受损以后它就不会成长。 这个等它成长可能要1个月以后，这个你来勘察，你不了解，你只觉得这个凤梨株还在啊，那还在怎么会有损失？以芭乐来讲，照中央的规定，是要有落果和倒去超过2成才有到补助的标准。不过，古坑乡农会嘛讲，灾害认定的标准要参考农民实际状况去认定，才有法度帮助农民。看完的话，他们还是认为以落果跟倒圃为主要的旱灾标准，那导致说我们农民没有办法拿到相当的补助啊。我们想呼吁中央，可不可以重减、重塑、重优补助？农业灾害真歹按算，地方的农民嘛希望中央和县府会使重新来做勘查和认定，补贴因的损失。